自2026年5月初5，每日圣安宫读经，谦卑信靠上主。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31篇第1节到第3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31篇。八行上耶路撒冷的诗，大笔所做。上主啊，我的心无骄傲，目头无悬。代志伤大，超过我的能力，我毋敢做。我的心安稳平静，亲像长年的婴仔徛伫老母的胸前。我的心亲像长年的婴仔安稳平静。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对即时煞到永远。谦卑信靠上主。人必须认清家己的能力有限，千万毋通狂傲自大，因为骄傲来，见笑也对得来。人若毋知家己轻重，执意做家己无材料做的代志，也是做代志无实在，就会造成恶果。譬如讲，近年来国际几件公安灾难，就是出自人的心高气傲和无物实。2025年3月28日，位伫泰国曼谷由中国中铁集团旗下公司兴建一栋还在施工中的摩天大楼，伫缅甸强震中瞬间倒塌，造成近100人丧生也是失联。这栋2020年开始兴建的大楼，伫2024年3月31日，才由中国建商宣布封顶，却尚未完工就倒毁。这座大楼也是伫这次地震中间泰国唯一倒塌的建筑物，也是泰国有史以来上严重单次结构性事故。另外，中国青海省海东市化龙会组住伫关境内，青海省川青铁路的重点工程检查黄河直大桥也伫2025年发生严重灾难。这条大桥由中铁集团负责施工，因爱骄傲宣称这是世界跨度上大的双线铁路连续关怀拱桥。2025年8月22日透早，施工单位进行钢架线长久作业的时，钢索却突然断裂，导致108公尺的钢梁主拱瞬间崩塌，造成15名工作人员和1名工程部负责人坠河，12人死亡，4个人失联。倒塌时，大桥拱顶距离水面大约有130公尺悬，受害者相当是对40外层楼仔悬坠落伫黄河。这座黄河直大桥是川青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2023年开工，原本预计2025年8月底主桥合拢，因为赶进度选择通宵施工，最终酿成重大悲剧。以外，中国有一座灵感圆柱杜拜坐落伫黄海人工岛群的海华岛，伊的建设理路甲中国香港建设的理念同款，认为起好了后自然会带来人潮。
结果却因为中国第三商过度野心甲盲目扩张，最后失败告终。海华岛耗费巨资却半途而废，期待的国务中心变空城，数十栋官楼自体成做无路用的烂尾楼，人工海滩危险无法度落水，也成做中国房地产危机学得解决的缩影。以上几站因为骄傲的心所带来的灾难，警惕咱伫上主面前爱谦卑，毋通想惊踮上主的头前骄傲自尊，也毋通掠做想要做超过家己能力所会当做的事。咱着亲像诗人共款谦卑对上主讲：上主啊，我的心无骄傲，目头无悬。代志伤大，超过我的能力，我毋敢做。咱爱学习，无以功利、权势来得到满足和安全感，是爱保持心的宁静，感受对上主来的安心、舒适、满足，亲像长冷的囡仔安稳依偎踮老母的胸坎中。毋是为着要追求供应，只是静静享受踮伫母亲怀中的安心满足。咱爱亲像长年的婴仔信任母亲共款，谦卑信靠上主，安静咱的心。默想，我捌掠追求世间的物质，也是权势地位做满足。忽略信靠上主无？我捌掠追求世间的物质，也是权势地位做满足，忽略信靠上主无？咱来祈祷。仁爱我的上主，我感谢你，因为只有你会当互我亲像长年的婴仔依偎踮母亲胸坎，得到安心满足。心灵平静，我要谦卑信靠你，对答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